面对新一波的疫情，虽然现在侪超商甚至店家的洗手间拢无对外开放，不过伫个公共厕所的部分，却仍然正常使用。议员刘月英发现，虽然政府提倡全民挂喙罨、勤洗手，不过公共厕所却无洗手乳或者是肥皂等防疫的物品。疫情防疫期间，就是勤洗手、戴口罩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那其实勤洗手除了要用清水洗以外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这个肥皂或者说是洗手乳。可是我们发现，我们台南市的公共厕所，大部分它都没有肥皂跟洗手乳的部分。那当然，肥皂过去可能是怕有时候会怕被偷，还是怕其他什么样的因素不见。那但是呢，这个洗手乳其实是固定式，可以放在那边做随时的补充。那这一段时间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，如果有出来，应该要这个勤洗手，那戴口罩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但是，所以在这边来呼吁我们台南市政府，应该赶快在这一段时间，把台南市所属的公共厕所，应该在肥皂或者说洗手乳的部分，要赶快的补充，才不会来造成防疫的缺口。位伫个安逸停车场这间公共厕所，虽然采光设备拢袂歹，嘛有紧急的按钮顶，但伫个防疫期间，议员希望会用个加强维护，甚至增添防疫的物品，避免沦为防疫的破口。台南新闻联播采访报道。